你这是画什么啊？为什么画里面有那么多人？哦，我是在画我的家庭啊。哇，有你的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妹妹，还有，我知道了啦，有姐姐，有弟弟啊，还有爷爷跟奶奶，哇，还多了表妹、各位，还有妹妹哦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们听不懂啊。我说表妹就是小鸟，各位是狗狗会汪汪叫的那种哦。另外一种就是喵喵叫的妹妹猫。咦，那我们nhà木下有熊叫的吗？你们家有养狗吗？有啊，是一只很乖、很听话的小狗哦。哦，真的啊？那可是上次你不是才画过你的全家福吗？怎么多了这么多人啊？那是因为我画得很慢啊，那天煮完成一半，今天才是我的全家福啦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表妹鸟，表妹鸟，这只会飞的动物是什么呢？表妹，这只会飞的动物是鸟。各位狗，各位狗，这只会汪汪叫的动物是什么呢？各位，这只会汪汪叫的动物是狗。妹妹猫，妹妹猫，这只会喵喵叫的动物是什么呢？喵喂，这只会喵喵叫的动物是猫。默默很棒哦。表位、各位、妹位，3句客家话小朋友要记住哦。哈库拉拉，下次再见。张伟